如果大家有朋友，你知道佢好低落嘅時候咧，原來一句說話 make a lot of difference， 真係好幫到噶啦，可能已經。我真係有諗過自殺呢個 idea 咧，反而係啱啱翻咗嚟香港，係感情同埋最初好熱愛，一定要做演員，演員到一個地步。冇嘅，係茫然嘅人咧。我記得係曾經咁樣閃過一絲咁樣嘅概念嘅。喺嗰一次咁低落嘅時候，有一個朋友，甚至乎唔係好熟嘅啫。有一日佢見到我好頹啊個樣，我已經2日冇食飯。佢話：阿子華，我請你食餐飯啦，就係咁簡單。即係原本好低嘅，就一句咁嘅說話，成個 caring。好緊要，大不了嘅人生就係無論你幾噏幾交，你唞到氣，你飲到水，食到飯，大不了就係咁嘅啫。人生唔係就係就咁多，人生有好多方面，就係咁。